国庆表演空中训练式嘛真好看，国军派出国庆的直升机表现出精彩空中训练式。经过好战斗机甲 AT3教练机嘛，伫典礼尾声冲场，气势真震撼。三军直升机对队形真好齐，以空中训练式通过凯队上空，现场拢是赞叹声。包括空军乌鹰直升机。 海军 S 怪动师反潜直升机，有战车杀手之称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，也有超级目镜蛇的攻击直升机，拢陆续登场，展现保护国家的决心。国庆大会最后节目，所有人拢看天顶。 因为空军经过火箭机、AT3教练机组成5机大雁队形，为西平飞向东平，飞过总统府，震撼的演人声，互现场观众充满热情。毋但展现出坚强的战力，嘛为108年国庆大会做一个完美的结束。